我今日要帶住你由鰂魚涌出發，行金督馳馬徑，上紅香羅峰，同維港打個招呼先。又經喜極取景地與日式庭院，探百年榕樹及中西教堂，上樓飲城景咖啡，落街行愛情天橋，坐街渡入海尋燈塔，最後維園睇埋花展，一日穿梭銅鑼灣，解讀港風密碼。由 C 出口捐出嚟，模範你嘅明亮春光，將我喚醒晒。左手邊行過條窄巷，出到健康東街，左邊樓梯上到百福道，過馬路轉左，旋即見到百福道遊樂場。穿入去，行過啲心跳鐵柱，就一腳踏入春日新野嘅勢力範圍。以一條長階梯開始今日之慢行，行完一段，另一段即入見。翻轉頭睇下鰂魚涌嘅春意盎然，唞啖氣，繼續前進。第三段好似個生活嘅出口咁，穿過去就係光明春色。三段長階梯令我不停喘着粗氣，但內心同晨光中嘅維港東一樣寧靜。行出去，飛上下野蠻生長嘅小花，靜靜地點綴緊春嘅天后廟道。向右行，行過培僑中學，行上右邊階梯，而此時身後海港靜美。行出到寶馬山道，穿過馬路，右手邊即係寶馬山道小園地。行入去，有道鐵門開掩，不請自來嘅人客自行推門入去。主人家唔喺度，但郊野公園入邊春光春樹春路一應俱全，接納咗我哋幾個不速之客。而呢條就係金督馳馬徑啦。當年金文泰總督策馬巡山嘅古道，依家變成咗行山路嘅大潭郊野公園。踩住輕盈嘅波鞋，行上一小段階梯，行過山中平直嘅駝路，落樹掩道，春風熏得遊人醉。嚟到休息亭，與行山阿伯同晨練阿叔交錯而過。行過呢座山中石橋，山澗中流水，奏響清越嘅春之曲，伴住我哋縱情沙野嘅腳步前行。遠處講到嘅 IFC、九龍嘅 ICC 漸次閃過，沿住清靜幽深嘅山徑往渣甸山方向繼續前行。到呢個三叉路口向右，有條野路就可以上紅香羅峰頂。此時唔使心急，試下用樹嘅方式呼吸，帶住石頭嘅堅韌，追光而上，好快地到山頂。坐上立柱頂，與腳下嘅世界揮手 say hi，翻身越己，自由與快樂，此刻都俾我置頂咗。倚住立柱坐低，呢度360度觀全景色維港最過癮。聽住山鳥清脆啼鳴，嚟自維港兩岸嘅春風掠過我耳際，我好似感受到呢座城市嘅呼吸，感受到春潮湧動。於呢片繁華與寧靜之間，揾到一種奇妙嘅平衡，瞬間治愈咗我搖擺不定嘅人生。開始落山啦，行返原路落去。出食屎路之前，左邊有條野路直落到山下，右手邊會見到一個渠窿，喺渠道左邊行上階梯，出到寶馬山道，對面係聖貞德中學。左手邊沿住後園徑行入少少，下面去電影《超級學校霸王》及《逃學威龍2》嘅聖玉強中學取景地打下卡，重溫下港產喜劇片嘅光輝歲月。睇完行返寶馬山道，沿住春日遲遲、廢木凄凄而行，到雲景道轉入，行右邊道，見到向下嘅階梯，行落去到另一段雲景道，再過馬路對面，接住階梯落去天后廟道。到底右手邊就係我哋下一個目的地天后廟道3號花園。呢個小巧精緻嘅日式庭院重修過，加咗個漆紅日本鳥居，更顯生動與優雅。佢獨守住繁華鬧市一隅，好似一方淨土，滋養心靈。接住左手邊，沿住天后廟道行落去，行上黃龍道。路中間有棵被譽為東區樹王嘅金龍台大榕樹，佢哋經風雨依然枝繁葉茂，見證歲月變遷，依然初心不改，代表緊一種香港精神。
行到成龍角側邊有條樓梯行落去到銅鑼灣道，左手邊直行到尾，喺轉角處見到聖瑪利亞中式教堂，典型中式嘅紅磚綠瓦，宮廷式7孔大柱，頂住一根巨大十字架，衝突卻和諧。行近佢，好似聽得到有人用粵語大聲誦讀聖經，呢個應該係宗教本土化嘅最好例證啦。而隔離基督君王堂就典型嘅西式風格，高大嘅哥特式尖頂高聳入雲。兩間教堂對望百年，似一杯鴛鴦奶茶中齋飛，飲落出奇調和。而所謂港風就真正根植於呢種中西融合。下一站去希慎廣場，落 B2 食個慢煮熟成牛丸，個新雞蛋係美味嘅靈魂。而食完想搞鬧，喺 NOT Coffee 嗌杯冰美式坐低。春日暖陽透過巨大落地玻璃窗照射上身，出面銅鑼灣錯落絕美城景盡收眼底，好似置身於一片空中綠洲，置於死速雲。喺度叉完電，我哋繼續晏晝嘅行程。首先去隔離嘅裕和街天橋，呢條全港唯一一條環形天橋，好多港產片中痴男怨女相遇又分離，分離又重逢嘅循環往復嘅人生戲碼都喺度上演。橋上嘅男子望住電車站台已等咗成日，而橋下叮叮車來回穿梭不停，唔知邊架車上會行落佢心愛的姑娘。呢幕好似重慶森林嘅膠片畫面，觸動咗我嘅港風 DNA。行返 Sogo 方向，行過百德新街，行過東角道到世貿中心，穿過商場出去左手邊揾到入地下停車場嘅入口，落去見到指示去海濱長廊嘅方向，行到盡頭見到一條綠色樓梯，行出光線猛烈嘅洞口，豁然開朗就係銅鑼灣避風塘啦。由呢度搭上街道去嗰條隱世堤壩，要認準摸插旗嘅船，插旗嘅係去遊艇會嘅，嚟回40蚊船資，記得抄低船東嘅 number， 回程需 call 翻佢嚟接。5分鐘上壩，突然間有種遺世而獨立嘅感覺。呢個角度嘅維港熟悉又陌生，感覺好神奇。而堤壩盡頭有一座白色燈塔，沿住初嚟嘅石堤行過去，好似深入咗大海嘅懷抱。行到盡頭，靜靜坐喺燈塔下嘅堤岸邊上發呆，任由海風吹亂我嘅頭髮，放空自己去感受呢個春天傳遞俾我嘅訊息。春天係開始，係希望，係既往不咎，係來日方長。睇住舵船遠去，佢應該係去緊佢想去嘅地方。坐咗成粒鐘，call 翻船東阿姨嚟接我哋返去啦。上落階梯一定要小心，唔好踩到綠色青苔，以防跣親。行過狹窄嘅避風塘水道，上岸右手邊去怡和五炮。聽講捐款48000蚊俾香港公益金，就可獲安排連放禮炮喎。你想唔想試下呢？睇完行返碼頭，繼續沿住銅鑼灣避風塘行落去，右手邊行過天橋，落橋就係銅鑼灣必行嘅維多利亞公園啦。2025年花展正喺度展緊，春日睇花正啱時。今年花展以鷗鷹為主角，我好鍾意呢種生命力旺盛嘅小花，只需少少陽光與雨露，佢就可以漫山遍野綻放，放縱而熱烈，無畏而溫柔。花展嘅場景佈置亦都別具心裁，有日式庭院、港式街巷及中式園林，好值得一睇。佢展到23號結束喎。行完花展，今日行程就結束啦。由銅鑼灣站坐港鐵返屋企啦。今日行過紅香羅峰嘅崎嶇，大榕樹嘅堅持，交通嘅包容，避風塘嘅守望。原來最地道嘅港風唔係世界第一嘅城市天際線，而係呢啲生生不息嘅相遇與傳承。